格拉提亚托个，我推理子过，这个关闭吉祥嘛，咱们你是说努完呀？技术代表国策是瑞奇关闭切两路，那么妈咪他妈关闭，说不啥子努的，这个你什么妈咪呢？技瑞奇那过点我，俺家技术的努上我明白的，意思面对了嘛，妈咪那是你。耶稣就说的比努查嘛过比切也两个，俺家国茶两个，明白的呢？意思嘛对了嘛？俺们的一个人，还得在来看你下了。有嘛可是说现你过，若老你给他，是怕耶稣就说若最别个选择个是谁了个干呢？就说俺们爸爸的话带着给他，是怕耶稣哩。一出牌我在别个地方呢，弄完呢，就是啥了过几年，我老年底弄完别个给一张，弄完别个你估个说哈起来我，没嘛是下嘛哈的有的5年一次了，我人家他这都不俺们，耶稣一出牌不俺们，就是啥了过地了，你过年过地的，我吃你嘛你过比拉的，是下嘛哈呢？明天同我那边住了，10年多了，那边有我的时光我来了，没了。我说俺家有嘛可是出现你过点嘛，这都不现你在古代老你给他，这都不那关呢，俺们做的嘛那边是下头个做不别10年一个那边做嘛嘛，有我那过做嘛20做了，明白的，因为那个做嘛呢，我300克做了，这样是下马上做了，天天学做了。我300克白马过了过，可学了一你过嘛，马克俺们因为那个做嘛做了，这样耶稣有妈咪妈给他嘛，耶稣别克俺们，因为在带了，我们里面是因为在带嘛，这天什么呢？20俺了，明白的，是下马上俺了，我说俺呢。有啊，我那边的做俺们，一直怎么喊你过去了的？这都不喊你过了你干的。有啊，阿里边米给说俺那边，是下头过谁在么子大了，明白的？明年在58里只说俺那边谁在么子大了？我们呢，有啊，那个做嘛，你是姑妈不都撇了嘛俺了？我300克边是什么哈？听你妈妈有啊，那个做嘛过边你。听明年6嘛呢，明年嘛的俺们58那是对咱们那边有偏了嘛啊？我讲你嘛现在过做，可是说现在过去了的，做的天你是嘛做了，过了俺们做的天你是他是100俺们做了，我们呢做别个300多俺们给你了过了，做的我可是说那个俺们俺们就一个做了，说是过了那个俺们离着偏了，一句俺们做了，听嘛。哈鲁最过，嘎达都得是撇了不的，对吗？那50米多，嘛多了嘛过一个礼拜给了嘛啊。过俺的这都不喊你过有啊，可有一些酒店嘛，500克米有啊，那个做生意是想嘛哈的，最古木干嘛别3万干嘛的有啊出点的，一次俺们多了喽，过了俺们我们里面是有啊有一点嘛，过了过了你干的，我快嘛咪可没有啊有呀了，我快了。嘛那我苦点嘛特别做了，我呢若可说现你过了你干俺们，我苦嘛他妈做嘛过比可说俺们可乌拉木拉嘛一个做嘛我苦嘛他妈300也的，可说俺们一个礼拜300两嘛我呢这都不阿里干一天可去乌拉了，明白的呢？有那个嘛那50在了苦嘛俺们一个礼拜做点嘛不动啊了，我呢俺们说。原来天头我听过说的说，用他们过老年改台呢，若50人那个花期都咱们都提出做了，我们家是明白的呢，这个过比之前嘛，咱们你是说呢，技术代表国产嘛偏拉了，没嘛他妈20年，瑞奇过比7年了，没嘛他妈的说花期都做嘛啊。俺们头天嘛呢，马哈鲁说的不个点嘛头来说嘛啊，裤子错的不个点嘛头来说了。原来第二个点嘛，可是错不那个，25偏了，比白的。有one年是什么哈么给10年，是什么哈做了个呢？有one年这的话，这个我们过决议的你什么？
裤子说不撇拉了。别了天什么呢？不错不裤子穿了，不错裤子穿了。我们俺们一万年就干他妈的，一万年过有大叔叔给我们带回来的，就干我们可以你学来了。我就干有要么过比一万年几千嘛米一多了比，可是干嘛？可是我俩嘛过比你，这都不了呢。拖来说他妈的不给付了嘛了。我那天你说呢，就干他妈的不错嘛去了。俺家就干家鱼嘛，要不是你，可是里头的落下给哈，鱼嘛吃白点嘛别可忙啊。就干他妈过比，几千嘛家么你是手别嘛他妈的白点嘛别可拿了。你就干他妈的错的是你嘞，我啥子女里面出巴拉嘛，别是你妈的嘛菜叶嘛他妈的白点嘛拿了。之前那些我不夸嘛他妈的白点嘛拿了，就是你别的了，就干他妈的呢。女人过比错比了罢了，女人过嘛是女人啊，明白的？我啥代表拉嘛女人啊了，是什么哈的嘛？是女人过嘛过比，说我啥的女巴拉嘛比，提着错提着女的过巴拉嘛过比，就个主流的比例巴拉嘛呢？我啥也是什么哈过比，$2什么女人过嘛过比啊了，过了俺们。俺们话过着，或者说在小嘛过了过着，技术是在小嘛过了过着呢。一说的就给干的阿里比给过了，明白的？之前的我不可以嘛过，可做了过了。对了，俺的阿里比15做了，15别嘛他妈年是俺了，明白的？哈过乌拉嘛过嘎达都15的别的嘛俺了，我们年是俺了，明白的？之前呢就搞他妈的特别错误，明白的？错嘛把那说的咋看我，你说我。若俺们就干嘛的错俺们，就留的错比嘛巴拉的，就留的切开嘛偏拉嘛。我俺的就干他妈的错点的，若你么都他妈，若之前你么都可都偏拉嘛了。我啥的我可是你偏拉嘛你么都嘛俺们不都，我上面都嘛都拉嘛俺了。我俺的我俺不都，俺们说就是是啊不是过，可花钱都做嘛伢是俺了，明白的？天你嘞天你。技术难过农产了嘛，可有钱了。我不都这都要下来，要都从我这瓜里面了，明白的？一扎瓜农产嘛来干呢，20米一把拉了，14面段喽。过来俺们一扎瓜嘛农产嘛来干呢，20米一嘛把拉，14米嘛对了嘛不都？比乡里说的一的我啥个生意都给出给我，明白了？俺们说，我啥人要出这么过了过，一扎瓜农产那嘛有钱了。我们伢兄啊，艺术技术的我可点嘛，我们啊了。去了咱们啊，我啥的我可点嘛，农产嘛农产了，干嘛呢？我可点嘛啊了。听话说技术是出这么过，说的500克起拉的，说500克可谁拉的？谁嘛呀可接嘛？500的我只能体谅嘛，谁嘛呀可接嘛啊了。我了俺们。500克谁是你500的比哈家嘛俺们，因为做了过嘛啊，我们20不都皮拉了，明白的？500克谁拉的？500克我们的咋看嘛米呀了？这些的俺们都嘛米别克，这些也嘛不都我们呢？只搞过比几千嘛，真你是说皮拉嘛了？我那边也我明白的，就是你过$12嘛的，或者说过$12嘛的，$12嘛的嘛呢？我啥过比$2什么的啊了，完了我白他呢，说呢，只瑞切过比切了，说是过出租3点嘛过了过韩国乌拉嘛，可做过40面了嘛，这样可做过你比你了嘛对嘛，说也是偏了嘛啊，我啥那过说点嘛过比，我啥嘞说那个我就个是你，我啥一拿出来一来限制是你偏了嘛啊。对嘛呢？我啥有一瑞情啊喽，俺闺女，你说我啥的地方还留给干呢？这地方哈，瑞奇过比企业就是他给的是，瑞奇过比企业来嘛个嘛呢？你说的我可嘛忙啊比，我啥的我可嘛忙啊比，之前的我可以嘛对嘛呢？我啥技术的比国产嘛比那忙啊了，为你我嘛呢？别嘛别客气做做了，我们也是啊，明白的。若呢，我啥的还是说俺了，之前的还是说嘛啊，或者说别嘛呢，我啥的还是说那里或者说明白了，之前的还是说的或者说别嘛啊，
我你现在嘛是很过，那呢，就是点嘛有绝对嘛个嘛呢，无三年了那个花了，俺家出呢是什么的呢？别个那么别个过比偏那么我啦，俺家国家嘛过比我啦，我嘞我嘛谁那么别个呢？说呢，就是那个农场我别他呢，出呢我嘛偏那我嘞俺们就是那个嘛农场我别他呢。瑞奇过去也连10年一次嘛都弄嘛，就是不偏那我。原来铁头我听我自个里边了，明白的。阿里边也说不呢，是什么哈那个住你过比，几什么我老大都在路年点喽。这个俺们阿里边了，明白的。是些肉呢，这个的我老那么忙啊，是什么哈那个20过比俺了，明白的。住你过比，几什么我老大都在路年点喽。你说错错嘛对吗？之前没一些专门关闭，我啥子你别那个呢？之前没一些专门关闭，之前嘛最多那么点容我那么忙啊，是什么哈那个是你关闭，之前嘛我老多个嘛点容我老点忙啊，我讲的，本来第二头我就吃里吃完里边了，明白的，是什么好关闭没学嘞？我一时间对了俺了，是什么好关闭学？为了人家还你了，还你专门弄的买一多了，对。我啥人呢？做这么过了过，你什么偏那么过嘛的？是什么哈过比俺咯？比如点别个点咯，你说点弄什么过比俺咯？比如点嘛个点咯？我不懂你说，我啥人呢？他妈的，我啥年20米个点说啊，明白的？1万年嘛，我嘛说那过去个大咯，我嘛是什么哈？说那过大事情。20嘛分嘛女路的嘛过比，我说一米多木个他们不给，我说那米一点送俺了，我家阿里边米给拉送俺了，明白的呢？霹雳皮多个你对吃啥吃过呢？我说您方嘛的1米，你说是1米1把那是那么不给，那我那个设置说呢，我说啊，你说那个我3米1设置个点嘛的说，人多俺了，考虑多俺了，大多多俺了。说嘛，大多都是花你了的一点我们呀，这都跑到那边嘛那边。我那个你了你睡着了，这个你睡着了，我花你了光嘛这个边，我那个嘛这个，听你妈娘妈那买一两块了，啊，棉花瓜花你了那么花呀了，花你了光嘛的13了光嘛呢，耶稣就说那个弄什么瓜边，耶稣说最别个地图一个嘛的说住点嘛瓜边，是什么哈的说的啥对是这个活一点嘛的说。错点嘛，关于偏了嘛我上边看问俺们是什么哈关于说的，马个那么的说可是是俺咯，不是你，就认同俺咯，嘛我白天就干别个的是别让我白天呐，一次就到那么偏了，俺个你天天就过无啥意思的嘛别个关于，咱来过年学嘛明年，就是那关弄厕所就是是不有意嘞，嘛我白天呐，就是那边过厕所为去过去的是偏了我。你说的，我说那关弄啥那么别个住你说的个大了，是什么哈说的个大了？我上边去里说的马个点了，是什么哈的？我某个点嘛的说可让我没得，说是过，可老点嘛一次就多了10年，一次啊面对嘛，天下咋对嘛？就说是不偏了我，啊就说的是过，啊我啥过别了嘛，是里个钱嘛，不起来说可让我是。